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最近网络咧传一段影片，是中华有一领黄色的号码浮伫空中，伫某里飞来飞去，搁会家己过车道，造成民众的惊吓。后来警方去查，发现是一个姓曾的查甫人，伊为着好耍，伫号码内底灌氢气，害人误会。即马是奉依照违反社会特殊危害法移送法办。黄色雨伞浮伫咧空中，也搁伫咧路的西街。网络最近流传这段影片，指出这个月6号深夜，彰化县溪州乡中山路一带发生灵异事件。警方调查发现，当地一名40岁精神男子，案发迄当时站紧伫咧附近，而且操纵浮伫咧空中的雨伞。通知到案说明了后，承认犯案，供称手法是使用氢气助力风发的雨伞，单纯是为着好耍。他供称呢，他是将黄色的鱼的头、手还有下摆的部分，利用双面胶将它密封以后，注入氢气，然后把它漂浮在空中。雨伞浮伫咧空中的影片，经过媒体报道了后，引起了热议。警方一度研判是边仔工地放电动机手，去高速车辆带往路中。有议员更加要求警方3工日来破案。报道分局伫咧过日上百基的路口监视器甲行车记录器影像了后，总算接获线索，宣布破案。涉案的精神男子家属是代表向社会致歉。我这若是事实，伊做的，我做事大人，我会代表，会使代表伊向咱社会负一个责任，以后这种代志袂搁发生。这阮会严格。警方强调，曾男的行为已经造成民众惊吓，危害他人安全，涉嫌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3条，移送中华地方法院检疫庭裁处。不过，法界人士认为，也有讨论的空间。其实这件事情，要不是说因为媒体有一直持续报道，人家才会去重视，否则像一般这种状况来讲，警方根本不会去介入调查这件事情。像这种只是很单纯的恶作剧，而且当时是晚上，其实也没有什么行人呐。那你说社会秩序维护法，我不觉得还有扰乱到什么安宁，也不足以惊吓到别人。精神男子会面临3天以下的拘留，也有3万块以下的罚款。警方表示会持续来调查曾男确实的犯案动机甲氢气的来源。记者中华报道。